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參觀一個秀茂坪紀律部隊宿舍3房嘅家私定做完成品。客戶想要成間屋嘅通同櫃式襯翻，而且又可以做到實用儲物功能，仲要玩下款。我哋接到 order 後，即刻安排客廳做咗電視吊櫃，條子當成背景板，向上延伸到上吊櫃，櫃底加裝燈帶，氛圍感滿滿。另一邊飯廳做咗 L 型之字櫃，集放鞋、家用物品於一身功能。入到小童房，粉紅色為主調，令成間房充滿公主 feel。組合牆下面係小朋友讀書溫習嘅空間，書沿接書架，方便易用。沿住梯櫃上去就係瞓覺嘅床啦，每格梯櫃都可以擺嘢，真係物盡其用，唔會浪費。工人房簡單組合床，床下整個都係衣櫃，梯櫃上去就係休息地方。最後入到主人房，全房鋪設地台，再加個超大床尾衣櫃，咁樣就算有咁多嘢擺都冇有怕啦。睇完介紹，覺得我哋嘅家私做成點呢？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仔，可以 WhatsApp 我哋免費索取報價，都可以親臨我哋位於觀塘工業中心3期2樓 D 室嘅展廳參觀。多謝晒。